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卫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我是想要唱歌唱规暗的阿酸，我是袂晓拍片的阿君，我是国庆拢伫厝里困的阿苏。好，今仔日真欢喜，又搁轮到我来分享趣味的主题啊！听你安尼讲，我是真期待哦。对啊，莫搁吊阮的胃口啦！赶紧甲我讲，咱今仔日要讲啥咧？好啦，莫着急。伫咧进入主题之前，我先问恁一个小小的问题。等者，你遮尔正经是啥物问题？就是恁敢有去唱过卡拉 OK 的经验？我有，之前高中毕业了后，阮班的同学有做伙去过。啊，你大部分拢是唱啥物歌啊？台语还是华语？应该拢是华语。哈？你一个读台语系的学生，拢无咧唱台语歌哦？毋是啊，讲甲亲像你有咧唱共款。啊，我甲以前的高中的同学做伙去啊，因嘛无咧听台语歌啊，我会晓的台语歌嘛无济，是要安怎唱啦？搁再讲，迄个时阵我根本就压袂入来咱台语系，好无？你安尼讲，确实嘛有道理啦。除非是咱系学生做伙去唱，若无真正是真罕你有机会当唱台语歌。啊，你咧阿君，你敢捌去唱过卡拉 OK？ 我无呢，阮岛的人拢无啥爱唱歌，所以真罕得有机会去迄种所在啦。但是你平常时应该嘛有听歌的习惯啦吼。有是有，但是嘛，拢听华语歌较济，台语歌可能就较少接触啊啦。对咩？你家己嘛无咧听台语歌啊，搁甲讲我，真正是久笑比无尾。好啊，莫冤家。既然你平常时拢较罕伫接触台语歌，那安尼就互我来和恁分享我的发现。好，即摆我遮有一张纸要互阿君，顶悬有一个小小的任务需要阿君来完成。啥物任务？为虾米毋是叫阿嫂，要叫我？莫生气，每一个人的专长无共，我感觉即个任务交互你较适合。所以迄张纸顶悬是写啥物啊？为虾米无爱互我看啊？毋通紧张，稍等一下，我会请阿君替咱念出迄张纸顶面的语句，然后咱才来分析看卖啊，看会对内面发现啥。喂，你安尼讲对啦！你一个朗读比赛的人，无爱来读，叫我一个比字音字形的来，是安怎哈？因为语句是我找啊，所以当然是爱恁念才会准。而且就因为你是练字音字形的，所以是上适合的人选。但一个麻烦你念的时阵，爱和朗读同款，袂使去改顶面的字，看到啥物字就爱家己的音念出来。哦，好啦，那呢，我要开始念哦。山明海誓，咱两人有救主，为怎样你偏偏来变卦？我想未晓，你哪会这虚华，欺骗了我，刺激着我，石头会烂。请你爱相信我，最后的结果还是无较珠。人生不惊酒高，粉粉一水淹予干。上好水死网搁花。好，咱念到这小暂停一下，我想要问看卖阿苏，你头拄仔安尼听阿君念，你敢有发觉到啥物？稍等一下，我会当确定这应该是一首台语老歌的歌词，但是敢若有倒位小可怪怪。袂歹呢，这确实是一条台语歌的歌词。啊，你敢听出来是倒一条歌？我想不起来呢。好，想不起来嘛不要紧，咱请阿君继续甲第二段念好了，
我相信等一下你一定就会想起来啊！来，阿君请。啊，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，请你不免同情我。酒若入喉，烫入心肝。伤心的我，心情无人会知影，只有烧酒了解我。我想起来啊，这首歌应该是江蕙的《酒后的心声》。无毋对，你摇对啊！好，咱感谢阿君的朗读。即马咱先来问阿君哦，你头拄仔甲这首歌词念了，你有啥物感觉？虽然我是无听过这条歌啦，但是我感觉伊的歌词敢若怪怪，读起来真无顺呢。嘿啊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上头一段上尾句，啥物上好醉死梦过我真正听无是啥物意思呢？无毋对，这就是我今仔日想要和恁分享的代志。即马市面上的卡拉 OK 的机仔，或者是网络顶面真侪音乐底片顶面的歌词，拢毋是咱平常时定定咧使用的台语正字。哦，无怪我听着怪怪，原来是字幕的问题哦。毋过你是安怎发现的啊？就是进前有一届甲系上的学长学姐做伙去唱歌啊，因着点一条我真久无唱的歌叫我唱，结果我哪唱哪感觉奇怪，其中有几啊句字幕走出来的字，甲我印象中的敢若无啥共。就譬如讲，拄则阿君念的迄条酒后的心声，拄则阿嫂讲怪怪的迄句，若是照原唱者的发音。正确的字应该是上好醉死，莫搁我。爱甲上后壁的三个字对梦搁我变做莫搁我。对啦，安尼念起来就较顺啊啦。还阁有一句，酒若入喉，烫入心肝。这句原底是安怎唱啊？敢是咧讲酒啉落去了后，对心肝烫过，震过你的心肝？有够疼的咧！别人是胃穿孔，你是心穿孔。哦，这句我有印象，我会记得是酒若入喉，疼入心肝。哦，疼心。那安尼歌词内底“痛”字是肝的“痛”，咱就爱甲改做“疼”。无毋对，恁两个袂歹哦，一点就通。除了即两个发音较无共的。其实内面阁有袂少用字错误的所在，像“粉粉一水饮互干”，这句应该嘛听甲雾煞煞吼。其实正确的用字是爱甲写做“香香一喙啉互干”，安尼意思才有合。啊，原来是安尼是无啦？我一个字音字形的人看了足痛苦的，安尼看起来正确的用字真正足重要的啦。若无像我安尼第一届认捌这条歌的人，可能就会造成一寡困扰哦。对，你讲了真好。那安尼，咱即马就请阿嫂替咱甲正确版的歌词念一遍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阮嘛有甲酒后的心声修改过的台语正字版本的歌词，放伫咧 YouTube 影片的信息栏下骹，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对照一下哦。好。阿嫂，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啊！咱有请阿嫂。山明海誓，咱两人有酒庄，为怎样你偏偏来变卦？我想袂晓你哪会这虚华，欺骗了我，刺激着我，石头会烂，请你爱相信我。最后的结果也是无较绝。人生毋惊酒高，香香一喙啉互干。上好醉是莫搁我。啊，我无醉，无醉，请你毋免同情我。酒若落喉，疼入心肝。伤心的我，心情无人会知影，只有烧酒了解我。好，是毋是念咧，就想要用唱的感觉？咱感谢阿嫂的朗读。
刷落来，我才有准备一寡平常时我较常拄到的字，咱做伙来看者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淡薄听无要紧，这个字原共款会放踮 YouTube 下骹哦。好，咱先来看头拄仔有讲到的，莫安怎的莫，除了会写做国语的棚字以外，恁会当又看卖，阁有倒几个字嘛会互人摕来用。我敢若有看过有人写迄个卖月糕麦芽糖的麦。对，大部分的要表达卖，即个音的歌词拢是用卖，啊，阁有物请勿进入的物，卖应该是因为伊的音连起来真成，这就是用音相外的字去做使用，啊，物应该就是取伊的意思。刷落来要讲的是较，嘛就是比较的较这个字。若是用伫比较这个词，就较无问题啦。无问题的是用伫咧形容一个物件比另外一项物件搁较安怎的时阵呢？大部分的人毋知影爱用比较的较，就会直接用音相共的卡来取代，甲顶一个麦相像，拢是用共音的字去做替换哦。然后是形容两项物件相像的共款，因为咱的中文真少用到“共”这个字，所以大多数拢会直接写做同款。这个就和头前用“物”迄个类相共啊，是跟一个意思差不多的字去做使用。我阁补充一组，就是士大人的士，我看过真侪摆。伊拢毋是写秩序的序，是写迄个世界的世，安尼就变做世大，就毋是士大的意思啊。无毋对，以上是阿轩咧唱歌的时定会拄到的错误。以后若是大家有去卡拉 OK 唱歌的时阵，嘛会使加注意者，找看卖啊，敢阁有其他定会使用毋到的意思。拄则咱讲到遮尔济范例，我感觉台语遮个字嘛是介趣味呢。是啊，虽讲讲大部分的人还是无啥清楚啥物是台语遮个字，迄只是凊彩摕字来斗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咱认真拍拼，就一定会有愈来愈侪人知影咱的台语遮个字。无毋对。自2007年来，教育部开始颁布第一批300个教育部推荐用字，一直到2009年，总共有700个推荐用字。这700个字基本上已经替咱甲台湾闽南语的用字标准化。咱嘛会当发现，已经愈来愈侪人开始愿意用咱的台语正字。这几年有袂少少年歌手出台语歌。因影片内面的歌词嘛是拢有按照即马教育部的推荐用字来去写的哦。像几若当前，姜仔卵、茄子蛋的《浪流连》这条歌，内底的歌词用字正确率其实就已经真悬啊，甚至因阁有伫 MV 内底加一排白话字。也阁有近来几年真受少年人喜爱的许富凯和曹雅文，这两位歌王歌后的歌。伫歌词用字顶悬，咱嘛会当看到，因其实拢有使用教育部所推荐的用字。受因的影响力，我相信过无偌久，一定会有搁较侪人认捌，而且接受咱即个台语正字。听你今仔日的分享，我才雄雄想起来，前一阵仔，我敢若有看到网络顶面有一个网站。敢若是专门咧替台语歌甲歌词翻做正字的，毋知阿轩你敢有看过？哦，你敢是讲由李江曲基金会所设立的迄个台语歌词共同编手平台？哇，听起来真厉害呢！我嘛要去敲找看卖啦，要安怎找这个网站呢？你只要伫敲找栏敲找歌词正字，就会使看到。注册登入了后，你阁会当加入因编辑的行列呢。
听起来真趣味，嘛真适合我哦。后袂紧来去看卖咧。好，讲到这时间嘛差不多啊，爱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啊。无毋对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。若是讲想要听更较多的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试落去。YouTube 的频道嘛爱请大家替阮起赞、订阅，然后甲亮亮啊拍开。爆米花来卫生，后届再会。